好，各位兄弟，大家好早，大家平安啊！感谢大家来做伙参加，做伙读上帝的话，咱要来今日要来请义军执事，传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。互咱三脚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阮要献上感谢。主，你互阮自由自在，那亲像风吹咧飞，但是你会疼，那亲像甲阮的线揪条条，互阮永远袂失迷，互阮无伫入笔试，嘛救阮脱离迄个歹下。阮搁一摆献上感谢。主，你透过圣经来教导阮，嘛透过牧师对圣经的真理甲解说，互阮更较了解主你要甲阮讲的话。主啊，求你赐予阮智慧，互阮伫咧中读的时阵会当更较专心，嘛会当有更较多的理解甲吸收。互阮伫咧传扬主的福音的时阵，会当更加将主的听传扬，互也未明白主的人。阮搁一摆献上感谢，阮安尼祈祷，上靠主耶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阿门，多谢。啊，咱伫即个亚利米书，知影亚利米的背景，就是伫犹大最后这几个王的中间，对约瑟亚落来，约哈书、约雅斤、约雅金、西底家，然后到受掠的时期，所以亚利米服侍的时间，大约伫即个国家灭掉以进前，有42年久的时间，伫服侍。啊，约瑟亚王是8岁就开始做王。做王的第8年，就是伊16岁寻求上帝；做王的第12年，就是20年以来接近犹大；做王的第18年，就是伊26岁时伫圣殿内面发现即个律法的册，摩西的律法的册，然后伊就带全国来悔改，来守上帝的节，然后也是差不多伫约瑟亚做王的即个中间，亚利米开始来担任先知。总是到第三个王，就是约雅斤的第4年，主前605年，亚利米对开始约瑟亚做王的第13年开始落来传讲，上帝要背出要毁灭的这个信息，但是一直到伊这个约雅斤做王的时阵，这个代志头一摆来成就，然后第二摆是伫主前597年，就是约雅斤做王的时期。搁一摆会受掠，但是经过2摆受掠了后，有这假先知，其实每一摆拢有假先知，2摆受掠已经发生啊，犹原有假先知，昨人所看即个哈拿尼亚，伊就宣布讲，上帝要将这受掠的人带转来，2冬以来就要甲因带转来啊，这是西底家王做王的时期啊，但是呢，亚利米讲伊甘愿这代志当发生，但是上帝旨意毋是安尼。因为上帝讲的话，因无真足听。上帝讲伊要毁灭，伊要来彻底的来拆毁啊。所以这个到第3摆主前586年，第3摆受掠的时阵，才当真正看出，什么人是先知中间的先知，是真正的先知。所以这是亚利米迄个背景甲时代。所以3摆受掠，分别是第25章、35章到39章，大约会当对安尼来看，但是这个无照次序来安排阵，会当知影这23章到26章，到36章、45章是大约是伫第1摆受掠到第2摆受掠中间所写的，然后24章，这一直到38章，这个中间是伫第2摆受掠到第3摆受掠所写，39章以后是伫第3摆受掠以后所写，所以咱看见特别是今日佫看到这个24章2人的这个无花果一人是真好一人是已经未食字其实这是已经伫第2摆受掠了后所发生的这个上帝所要写的预言，就是因要讲。受掠迄批电脑是较好的无花果，无受掠的留伫耶路撒冷的电脑要诚做迄个袂当食无生命的无花果。昨人看的就是即个先知28章哈拿尼亚利米甲人所看做先知的哈拿尼亚的一个中间的冲突，甚至哈拿尼亚将亚利米伊的身躯的即个牛担甲伊取落来，然后佫甲伊摔断讲上帝要伫2年内就要来将这受掠的人拢带转来，
但是呢，亚利米伊无介意伫遐来争辩，但是汉那尼亚颠倒伫2个月中间，还未到2年咧，因2个月以后，对5月到7月，7月就死去后，上帝就取伊的命，所以互咱看见要做先知的人，其实嘛爱有非常的把握，毋是做先知讲的逐句话拢绝对正确，先知嘛会去互魔鬼去互白贼来欺骗欺骗，所以这是爱真细腻的。今日要看的是29章29章是信中信哦，就是咱耶利米书中间搁写伫即个亚利米书中间看到2封的批，一封的批是亚利米送批去互巴比伦的这犹大的人。就是第2批受掠的人，甲因苛刻，总是这亚利米写批互到即个巴比伦受掠的人，总是亚利米伫遐传达，甲因讲，因着爱伫迄个所在过正常的生活，着爱起厝，着爱尽做，着爱娶某生囝，做阿公做阿嬷。然后上帝嘛，因为这受掠的人，伫遐时间到70年到，上帝互因会超吹着，上帝也要互因归回。但是无受掠的这犹大人，因就是亲像迄人歹的即个无花果树未接枝的，所以上帝也警告因哦。然后有这假先知伫巴比伦伫遐来放话讲上帝要足紧就甲因带转来，所以因伫即个所在毋免搁伫遐准备，连命就要转去啊，像汉那尼亚共款，2年以来就要转来啊，所以就有人传这个信息，所以递到亚利米搁写第2封的批，送去耶路撒冷送去巴比伦啊，来警告这假先知讲的假这个预言假消息咯，上帝绝对要来刑罚，这是今日要看的第29章。好，咱即马就来请义军带咱来读今日29章，请带对咱对第1集来读到第9集1到9节。先知亚利米对耶路撒冷写批，互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掠去巴比伦也活咧的长老、祭司、先知以及所有的人民。这张批是伫用金王太后甲朝廷的人神、犹大甲耶路撒冷的领袖、做工师傅甲拍铁师傅，互人对耶路撒冷掠去的以后写的。这张批是托沙番的囝伊利亚撒甲希勒家的囝基玛尼亚带去巴比伦。因2人有受犹大王西底家派去见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批安尼写：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，甲所有对耶路撒冷受掠去巴比伦的人安尼讲：恁着伫巴比伦起厝大，种做食出产的面，娶某生囝。互恁的后生查某囝结婚，养育遐子女，恁着伫遐生炭，毋通互恁的人口减少。恁着为甲恁流放去的城镇求平安，向上主祈祷，因为遐的城镇平安繁荣，恁才会平安繁荣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，佮甲恁讲，毋通互恁中间的先知甲仆怪骗去，嘛毋通信因做的梦，因为我无差派遮的人，毋过因利用我的名讲假的预言。上主安尼宣告。好，多谢。伫遮看到上帝所做的代志，感叹遮已经代志拢发生2摆的受掠，但是遮人佫三无毋知上帝到底在做啥物，毋知因到底是为虾米去互掠到遮，佫有真侪人毋知。其实咱看亚利米书，上帝毋知讲几啊道，因拢还未真正去领受。
所以通过即个第二摆狩猎，西底家王要派2个代表，就是即个官员，是即个沙番的囝，甲迄个家的囝。即个沙番就是即个书记，迄个家就是即个祭司，所以即个西底家派2个是一个行政的官员，一个是宗教的官员，要去到见尼布甲尼撒，去甲伊即个请安送礼物，但是亚利米就托伊带即封批，即封批内容就是上帝家己讲的，所以伊是奉上帝名讲的。上主万军统帅有安尼讲。讲啥物呢？恁就是遮狩猎的人，不管是第一批还是第二批，来千里迢迢来到巴比伦遮的人呢，就爱起厝来住，尽早接出产的米哦。所以意思讲，唔通伫遐不杀，迄个心神不宁，唔通伫遐想讲，天靠流目屎，因定时才当转来，就是讲时间无遐快，日子还未到，伫遮咧等待，要转去，不如较认真拍拼，就是好好过日子，甚至佫爱娶某生囝，恁的后生查某囝嘛爱结婚，通养育子女啊，意思就是爱做阿公阿嬷。目的就是讲，恁来到巴比伦这个所在，袂当人口减少，爱增加。果然因有听话无？咱看到第一批转来时，被归回时哦，这个波斯王古列下诏，在犹太人会当转来时呢，第一批转来就偌济人，就5万人5万人。所以有一群人真正去到巴比伦，因就有悔改、有改变、有好好来听先知的话。过去是先知徛伫因的面头前讲话，因拢无听，直到才会去用掠去。掠到遐时阵，即摆先知是拜托人炸批来，写批互因听，但可见因真正有听，所以搁上帝甲因交代讲，就爱为即个城镇，就是巴比伦，即个首都，爱求平安，甲上帝求。即个遐的城镇平安欢迎，恁才会平安甲欢迎啊！其实不是只有住在巴比伦一个城，分散，散伫逐所在所以每一个因散到逐所在，上帝就爱因好好为因所徛起的所在来带动，毋是伫遐来搞破坏、搞革命，伫遐来颠覆政府，然后想要反清复明，这种是爱有明白上帝旨意。第8章上主阁甲恁讲，毋通互恁中间的先知甲卜卦的骗去嘛，毋通信因所做的人。伫即个25章，就讲，是伫即个26章的时阵，看到遮假先知，因亲像啉酒醉的共款，无来听上帝的话，所以上帝阁一摆讲，因遮的是。毋是只有伫耶路撒冷有假先知，连去到伫巴比伦，嘛有遮个假先知继续伫遮做梦，梦想，然后想讲平安念面就要来到，因为上帝讲伊无找遮个人，遮个人是利用上帝的名，就是犯着十诫第3诫，滥散称呼上帝的名，来讲毋是上帝的话上主安尼宣告。然后这是上帝写互因的批，但是即个批中间，阁有一个真。要紧的，就是上帝要带互因平安的信息。这段10到14节，咱遮义军只是传来读10到14节。上主阁讲：我为巴比伦所定70年的期限一个满，我会眷顾恁，实现我对恁讲过要祝福的应允，带恁转来这块土地。上主安尼讲，我确实知，我为着恁的计划是要互恁平安欢迎，毋是要互恁受灾祸，通互恁有光明的将来。恁求我，我祈祷，我会注意听。恁若追求我，我会找着；恁会找着。恁若专心追求我，我一定会互恁找着。上主安尼讲，我嘛要甲遮个狩猎的人带倒来，将恁对我甲恁流放去的逐国逐所在调集，带倒来恁狩猎离开的乡土。上主安尼宣布。好，谢谢。这段对10节到14节是亚利米书中间
上互人会记住的一个根据金句。这个根据呢，咱若了解伊的背景，其实伊是伊国家已经开始破碎，然后已经受掠2摆，然后已经去住伫外国。伫外国，这个有家归不得，伊毋知要伫遐做啥物，毋知时间点是会到。但是上帝讲，期限就是70年，这是上帝为巴比伦定的期限。其实这毋是只有受掠的人，嘛是巴比伦这个国家，就是因上家搁统治70年，伊这个国家就灭掉。然后上帝讲，这个时间到，上帝会眷顾恁遮好的无花果，因为因有愿意听上帝话，上帝就会实现对恁所讲过要祝福的应允，搁带因转来这块土地，就是转到耶利米即马人所徛起的耶路撒冷这个所在。上帝讲，就确实知，我确实知，我为着恁定的计划是要互恁平安欢迎，毋是要互恁受灾祸，通互恁有光明的将来。所以，上帝所怀的意念。像这群被掳的人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这个平安呢，就是包括繁荣。所以现在中文译本，甲台语甲这个华语拢给翻出来，不是只有平安尔，是欢迎啊。所以不是只有平平安安，而是丰盛，更丰盛，要互因得到欢迎，就是有生命力，像那个好的无花果一样，是毋是要互因伫迄个所在受灾祸，颠倒无听上帝话，也是留踮耶路撒冷的人，因才是真正受灾祸。要互因欢迎的目的，就是要互因有光明的将来，光明的前程。现在和合本翻成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末后有指望，就是人生充满光明。然后12、13，耶稣嘛伫登山宝训应用这句话你若求叫我，我祈祷，我会注意听。你们呼求我，向我祷告，就应允你们。你若找求我，恁会找到；你若专心找求我，我一定互恁找到。你们寻找，若专心寻求，就必寻见，我必被你们寻见啊！意思讲，因伫巴比伦，毋免阁想讲阮的耶路撒冷圣殿，所罗门的圣殿，阮伫底下礼拜要来敬拜上帝，我们根本就是回不去了，无法度离开。安尼，阮就见袂到上帝，阮就甲上帝永远隔绝去，是吗？就是讲，毋是，恁就是爱学习，这个圣殿，其实就是要互人来祈祷。虽然伫巴比伦无圣殿，但是恁伫这个所在又会当祈祷。虽然恁袂当去行到迄个耶路撒冷的山顶，去遐雕记上帝，但是用心专心找求，就会找到上帝。所以这上帝已经互因来明白，上帝根本毋是住伫圣殿的中间，上帝是住伫人的祈祷甲找求的中间，就当找到上帝。证明讲上帝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，也无所不能。我一定会互恁找到。上帝佫调一讲，佫讲，阮会互恁遮受掠的带倒来，将恁对我甲恁流放去的逐国调。逐所在调集，带转来受掠离开的乡土，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国家。所以上帝安尼来宣布，所以这个是强而有力的一封信收到伫迄个所在收到这个批的人呢，确实一定是开始知影讲上帝也无甲阮放杀，上帝无甲阮放袂去，所以阮就要听上帝话，所以真正叫受掠过个倒转来犹太人。真正拢足听上帝话，这是伫旧约中间上界大的一个悔改、集体悔改的行动，嘛是因集体改变的行动。好，煞者能够请义军朝咱来读，对15节读到23节，15到23节。恁讲上主伫巴比伦甲阮兴起先知，当针对坐大必宝座的王，甲住伫即个城。无甲恁做伙受流放的同胞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，着注意听，我要互因受战乱、饥荒、瘟疫的灾难，互因变做烂甲袂食得的无花果。我要用战乱、饥荒、瘟疫对立因，互因流放去伫天的万族，因无论互我赶去倒位，遐个人拢会甲因咒诅、踢笑、侮辱，搁对因的
造牛感觉着惊。上主讲，这是因为因无听趁我的话，我一遍搁一遍差派我的仆人正先知去甲因讲话，因拢毋听。所以，恁遮的，互我对耶路撒冷流亡去巴比伦的人，着注意听我上主的话。阮的哥挪亚的囝阿哈，甲马西亚的囝西底家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因利用我的名对因讲假的预言，我要将因交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伊会伫恁的面前甲因处死。恁所有互人掠去巴比伦的犹大人，要甲人咒诅的时，会用即两个人的名甲人讲：愿上主互恁亲像巴比伦王用火烧死的西底家甲阿哈，因为因为因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做见教师，甲厝边的某听奸淫，搁利用我的名讲我无命令因讲的白贼话。我知影这的代志嘛亲身作证，上主安尼宣告。好，就是这段圣经中间，吼，就是上帝的批信内面，吼，有讲到这人的心声，吼，15节，吼，讲上主伫巴比伦甲阮兴起先知，所以因认为讲，吼，互因遮即批受来的人，吼，嘛有伫遐嘛有先知，所以遐嘛有先知甲因教导上帝的话，但是上帝甲因讲，吼，其实毋是吼，但是伊要讲是接到21节。但是第16节吼到20节这段吼16节吼到20节这段在讲到这个烂去的这个无花果吼，其实都在回应24章这章内面吼，而且24章1到10节吼讲遮未接的无花果这个信息呢，就是整个24章就是浓缩在这一段，所以嘛有人认为讲这段呢就是在抄亚利米书的时阵抄唔对，所以甲24章搁抄一遍，看到29章内面去啊。但是不管抄对还是抄唔对，但是这个信息是相通的，就是留落来伫耶路撒冷的是烂甲未接的无花果，但是向受掠去的，颠倒的变做是欢迎，诶，价值大粒水果好看的无花果啊，这是上帝互因看到一个真大的差别啊。你甲1节这个所在，上帝伫批中间，也是这段的信息中间，上帝佫讲到两个假的先知，这两个假的先知拄好是两个南国北国真歹的王，北国上歹就是阿哈王，南国虽然足侪嘛有真侪歹的王，玛拿西、亚哈斯，但是最上界牛王就是最后这个西底家。这两个毋是指望是两个先知，但这两个先知呢，煞伫迄个巴比伦的所在，来传讲上帝，毋是上帝的信息，伫迄个所在，互人讲因有上帝有话互因，互因讲，这个巴比伦即马在正在内乱，简单来讲，就讲这两个亚哈西底家，因咧传达就是巴比伦内底在乱。这个在乱，所以就是国家即要灭掉啊！灭掉以后，咱就有机会转去啊。但是呢，这个代志并无发生。后来这两个假先知 Q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先掠掉啊，他们就是在国内搞阴谋、搞颠覆，等到因两个人先 Q 巴比伦先出世啊。所以上帝嘛讲，最后这两个人的名变做啥物？变做互人咒诅的事，要甲人咒诅。你就是像这个亚哈，你就像这个西底家，讲话无准，然后颠倒向放火烧死，所以上帝除了讲因两个是假先知，上帝佫先他们的底啊，因伫百姓的中间，其实就做过见效的代志，甲厝边的某惊奸淫啊，所以他们在婚姻上面失败，在婚姻上面不忠，然后呢，这个身体淫乱，心也淫乱，灵也淫乱啊。所以地告呢，那听因为听到因的话的人，拢会受到这罪的影响甲驾驶啊。煞正24节一直到最后32节，
这是第二封的批。第二封的信呢，就是因为有人来写批回来骂亚利米，直到亚利米还佫送一封批送到巴比伦去。咱就来请义军带咱读最后这段24到32节。阮的尼希兰人西玛雅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你有用你家己的名写批予耶路撒冷所有的人民。马西亚的囝祭司西番雅甲所有的祭司讲：上主已经设立你西番雅做祭司，取代耶和亚代做上主圣殿的监督。会当予所有家己封做先知的小人考察甲铁库。即马亚拿突人亚利米自称是先知，你是安怎无甲伊指责？伊有写批来巴比伦，甲阮讲，阮流放的时间袂拖真久。所以，就伫遮起厝大，种做食出产的面。这是西番雅将即张批读予先知亚利米听。迄时，上主对亚利米讲：“你着写批予所有流放伫巴比伦的同胞，关系尼希兰人西玛雅。上主讲。”我无差派西玛雅，毋过伊竟然对恁讲有言，互恁相信伊的白贼话。所以我上主安尼讲，我要刑罚希兰人西玛雅甲伊的后代，伊的后代一定无一个会当住伫遮的人民中间，嘛袂当活伫享受。我要赐予我的囝的子民的福气，因为伊煽动人背叛上主，上主安尼宣告。好，多谢。这个为什么亚利米阁写第二封的批去到伫巴比伦，就是有这个人尼希兰人西玛雅。尼希兰这个所在，伫圣经其他所在拢毋捌出现，唯一出现就是伫29章这个所在，是要来代表讲到这个人西玛雅。西玛雅这个人，这个名意思就是互上帝听到，也是上帝所珍惜。这个名是好了真好，但是伊呢，煞对巴比伦写批转来投啦，投啥物人呢？投互这个马西亚的囝西番雅。这是一个祭司，是大祭司落来，就是换伊第二大的祭司，就是要叫讲这个西番雅来教示亚利米啊。因为伊听到亚利米第一封写去的批呢，变做甲这个西玛雅，伊伫巴比伦迄个所在，所以传讲的信息无共款，所以这个上帝写这个批给佫叫亚利米写第二封的批，去到伫巴比伦，爱因甲爱喜欢这个西玛雅，听上帝话，讲上帝设立你西番雅做这是取代耶和亚代做上帝圣殿的监督，会当甲所有家己封做先知的小人靠查价甲铁考，就是上帝已经互伊有这个权，会当甲家己自称为先知，但是安那土人，这是这个士玛雅的控告，讲这个安那土人亚利米自称是先知，你哪无甲伊扣起来，咱无甲伊互伊靠这个差价呢？所以是玛雅，就是来写批来投，因为伊讲亚利米写批来，阮巴比伦甲阮讲。阮留的时间会拖真久啦，无免2年袂当转去，爱阮伫这个所在徛起真，起厝大，真做食出产的米啊，所以这个西番雅，伊就将这个西玛雅写来批，读予亚利米听，亚利米听到了后咧，就有上帝话讲，你就搁写批，第二封的批，去互所有流放巴比伦的同胞。有关西玛雅伊所讲的，我无差派西玛雅，毋过伊竟然对恁讲预言，
互恁相信伊会白插话，所以上帝要兴发示玛雅甲伊的后代，伊的后代无一个会当住伫遮的人民的中间，嘛袂当享受我要赐予我的子民的福气，因为伊煽动人背叛上主啊！所以示玛雅，即像咱看到三个假先知，拢是伫巴比伦，一个就是阿哈，一个就是西底家，一个就是示玛雅。总是呢，亚利米一个人，伊伫耶路撒冷嘅头壳摸咧烧，即摆伫巴比伦嘛有人，伫遮来写黑函，来攻击伊。但是至少咱看到即个祭司西番雅，伊是继承即个耶和耶大初代耶和耶大。来做圣殿的监督，虽然无做大祭司，但是等于是副祭司副的大祭司长，副祭司长，所以伊原来真有智慧，来读互这个亚利米，上帝也通过亚利米，来传达这个审判，因要伫个所在栽种，将来要伫巴比伦欢迎，繁荣，但是没有示玛雅的份哦。我今日这章呢，咱看到经过就是11节、12节、13节，都有第7节。也是真做咱伫读亚利米书中间，一个真重要的信息，不是只有在读耶利米书，是咱在生活中间拄着烦恼的时阵，拄着失意的时阵，拄着失败的时阵，咱拢爱会记得亚利米，上帝通过亚利米所写的这封批。特别11节嘛是今日礼拜经过，上帝有讲，伊要赐予咱的是平安欢迎，毋是要互咱受灾祸，通互咱有光明的将来。愿咱会当好好来思想上帝的话。好，咱今日分享到这，多谢义军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主上帝，愿感谢你，阮伫今日这章的中间，看去迄当时的人写批。来互相的激励，总是嘛有人写批来互相的指责。阮今日伫教会中间，在讲话，在做代志，上帝你爱阮讲的是造就人的话，是对人有利益的话，毋是讲人的闲话，也是伫人讲歹话。主啊，求你搁一摆，互阮有智慧，也互阮当听到上主你的声，也互阮的心的念头，知影上帝你要赏赐阮是平安甲欢迎，毋是要降灾祸。互阮得时无得时，伫逐所在，阮拢会当专心来敲吹，专心来求祈祷。上帝，你就要伫阮的中间，阮的恳求祈祷，拢是奉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多谢大家，大家平安。谢谢牧师，谢谢牧师，谢谢牧师，平安，平安。谢谢牧师。谢。自由甲自在，天顶的。